早，欢迎收看1月22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田雅俊。新闻头家先来关心台北捷运昨暗头5点外，有一个查甫人伫车顶抢夹加刀，虽然是无去攻击人，不过已经引起车厢内底其他的旅客惊吓，赶紧来通报。捷运人员是伫咧南港展览馆站将伊带落车，交予警方处理。经初步清查，该名男子系精神状况不佳，不自主拿出剪刀，且无挥舞攻击他人之意图。经请示士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认定，尚未涉及刑法第151条恐吓公众危安罪。本分局将依违反大众捷运法第50条之一第1项第2款，函请捷运公司认定裁处。警方指出，这个查甫人是精神状况无介好，并无挑工要拿家刀来攻击人，所以是依照大众捷运法的规定来办。乌白炸家刀、刀啊，这款危险的物件，会当罚1万块到100万块。继续来关心，基隆河旧年底受到污染了后，去影响到民生用水。过无2个月，这基隆市阁因为自来水的管线破去，民众无水通好用，是真不满。基隆市干部处也呼吁台水公司要赶紧把这老旧的管线全部换掉。交警一前一后指挥交通，车路中是停台水公司的维修车，因为出现一个坑，水一直冲出来。工作人员提减漏仪持续扫，边仔的2点相关仪嘛已经设置好，希望会当来精准抓漏。它是因为往两边发散，计算出它的时间差，可以计算出它真正漏水位置。其实早就伫咧几工前，麦金路就发生严重的自来水管讲憋气的事件，影响全市要半数家户的用水。但是市府认为讲水公司无量早通知，造成居民无方便。而伊即个新憋讲的所在，水公司表示讲一定会提早通知，目前希望采取卖停水的这种施工方式。没有管线挤在一起的话，那我们就会大概会采不停水的施工方式来施工。用停水施工的方式的话，我们就会采计划型。先预知民众先储水备用，我们再来施工。这短几工，自来水就小连刷壁讲，水公司表示讲，动车交过去，佮有这公路较旧啊，可能是原因。公务处是指出讲，其实市内的管线有一寡可能已经超过50年，希望水公司倒把这管线换掉。水公司预计在基隆投注14亿左右的经费来做改善哦。那重点改善区域是漏水严重的区域，破管严重的地方，我们也会主动的要求水公司进行汰换。开发较早的基隆市是全台湾自来水普及率第2悬的县市，但是因为山峦地形，真侪用户自来水必须要加压来提供。公务处表示讲，就是因为正接加压减压，互公路较会破去。目前除了评估高地配水池，嘛希望破管较严重的地区会当优先来汰换。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到冷气团的影响，气象署针对全台湾16个县市来发布低温特报。其中苗栗以北、宜兰、金门、甲马祖地区是寒甲剩无10度。今仔透早西半部甲宜兰地区低温大约10度至12度，花莲、台东地区是14、15度。即时啊，北部宜兰的高温嘛，干那13、14度尔尔。花东是16至18度，中南部差不多有20度左右。另外，气象署也有针对基隆北海岸，佮有大台北山区来发布大雨特报。因为这温度计吹气高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拢有机会落雪。伫咧合欢山嘛，当咧落冰沙啊。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伙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南韩前总统尹锡悦互人停职期间，暂时做代理总统的前总理韩德洙，昨去互法院认定，伊有牵涉到这个戒严案，判刑23档。过来是《自由时报》。立法院卫权委员会昨审议新种权法的修正草案，确认调查新种者生活状况的机制，对5档一改调整做4档一改，也要评估敢有需要支持的人力、长期照护，也是护具等等。落尾是联合报，咱国内传出包括抗凝血剂、降血压的药啊等等6项药啊当咧欠费，可能要等到过年了才会当改善，预估会影响至少50万人。要过年啊，真侪人当咧大摒扫，嘛会整理出真侪过期的药啊。食药署就提醒讲，一般药啊是拢会当作粪扫来等，也毋过硒糖、抗生素等等5种特殊的药品甲用品，袂当乌白等，就来送去药局来回收，避免污染环境。
随便过年啊，真侪人出来开始摒扫，也有人会甲出来已经过期啊，或者是食无完的药啊单掉。因讲药师提醒大家，若是针剂、抗肿瘤药啊、抗生素、荷尔蒙药啊，抑个管制品这5种特殊的药啊，就会送登去医疗机构或者是药房回收。一般的药啊，才能等伫咧粪扫桶。药水袂使倒马桶加水槽啊，就要先用土刷、布刷加水吸打了，放入去塑胶袋啊等掉，才袂污染环境。饮料水的话，我们就建议可以直接丢弃。其他像是优点消毒药水的话，其实就是它比较大罐装的，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建议把它放在夹链袋，然后加上吸水物质去做把它丢弃。抑个即卖人愈来愈注重养生，真侪人过年过节送礼时阵会送保健食品。食药署提醒慢性病患者，食药啊时阵要注意交互作用。像要食胃肠药啊加抗生素，中午就要让2点钟，较袂影响抗生素吸收。降血脂药若甲红甲产品做伙食，会增加肺稳机溶解症的风险。抗凝血剂袂使甲磷脂混型做伙食，因为磷脂跟银杏呢也会增加这个抗凝血的一个作用，所以2个抗凝血的一个作用加在一起的话，可能就会增加出血的风险。因若今年过年连假有9天，食药署提醒长期食药啊的慢性病患者，千万袂使家己停止食药啊。若是慢性病的药啊，伫咧过年期间可能会无够食，自1月30日开始，会当提前回诊领药啊。也建议民众伫咧过年期间，唔通食伤济，唔通规暗拢无困，生活作息爱较规律，才当健康过好年。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资料显示，英国这肺炎死亡的人有9成拢是65岁以上的老大人。疾管署对今年1月15开始推动公费的肺炎链球菌疫苗注射，进前爱注2档，即马注1档就完整的保护。时代将衫扣起来，予护理师注射，有风射会当保护健康。政府也鼓励65岁以上的时代爱注各种有风射来保护家己。疾管署也宣布，对今年1月15开始，提供65岁以上的时代含高风险族群，会当去注公费的肺炎链球菌有风射。疫苗推动协会表示，只要注1档，就会当有完整的保护。像我们之前13价，因为它的范围还不够广，所以在成人我们会建议说，在后面再补一个23价，能够让它的涵盖范围更广。那现在因为20价已经够广了，所以就不需要再加一个23价，就只要打1剂20价就可以了。那这个疫苗它是很安全的，不会有这个全身的不良反应。65岁以上的时代，因为抵抗力较无好，恢复能力较差，所以患病得肺炎的风险就会增加。医生讲，老大人较会伫胃着流感，也是新冠了后，因为肺部受损着肺炎，而且老大人着肺炎的死亡率嘛较悬。那得到肺炎链球菌，它可以造成严重的肺炎，可以造成拒血症，那甚至可以造成脑膜炎。那这个它的致死率也很高，所以一旦疾病很严重，再来用抗生素，有时候也是缓不济急。那所以能够预防胜于治疗。医生表示，肺炎链球菌是上接看到的肺炎病毒。根据疾管署的资料显示，注有风射会当有75%的保护力，避免出现中重症，嘛会当降低感染了后并发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呼吁65岁以上的时代，拢爱紧去注，开放公费注有风射，有个也有245万人受惠。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2档，搁再去到瑞士达沃斯来参加世界经济论坛。针对个人男主权的争议，川普是明确来表示讲，伊无要动用武力。而且又讲，和北约秘书长会谈了后，双方已经伫咧个人男佮北极议题达成初步协议，也打算暂时无要加扣关税来对付欧洲。2档搁再登来达沃斯，美国总统 Trump 发表演说，针对格陵兰案做出重大的宣示。伊强调，美国是唯一会当保护这个大兵站的国家。虽然谈判的过程受到阻碍，不过伊甲欧洲朋友保证，绝对袂采取军事行动。Trump 甲这段话讲作是伊发表过上有力的声明，想要以和平的姿态降低欧洲各国的惊吓，而且讲买格陵兰是为着全球防御，唔是扩大领土。So we want a piece of ice for world protection. And they won't give it. We've never asked for anything else.
That's probably the biggest statement I made because people thought I would use force. I don't have to use force. I don't want to use force. I won't use force. 虽然因为专机空军1号出问题，登去华府，搁再换飞行机出发，比原底计划慢免2点钟才到位。不过，川普演说敢若延迟几分钟就开始。在场边外交的方面，川普甲北约秘书长吕特举办真有效率的会谈。了后，就伫社群媒体宣布，双方已经就吉林兰甲整体北极地区的未来有协议的共识。美方会暂停原底2月1开始对欧洲8个国家扣10%关税的计划。除了北极议题，川普还阁关注俄乌战争甲委内瑞拉的局势。伊批评过去美国伫海外投几啊兆的美金，煞拢无啥路用，而且强调目前上界重要的任务就是停止杀人。I'm dealing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he wants to make a deal. I believe I'm dealing with President Zelensky, and I think he wants to make a deal. I'm meeting him today. He might be in the audience right now, but they got to get that war stopped. Because too many people are dying. 除了讨论国际地缘政治，川普也伫演说当中讲美国国内经济甲能源议题，伊想要利用达沃斯的舞台，甲全球展示美国优先的政治成绩，而且家伫北极甲东欧摕到的外交谈判果子啊，全做是稳定国内支持度的政治资产。公司新闻陈伟玲、吴基昌编译。西班牙18单发生2只高铁列车烧龙的意外，伫咧20暗时，阁有一只通勤的列车，因为这山架挡土壁放落来，未负打动，全咧弄起的冰车，造成这驾驶死亡，阁有37个旅客来受伤。西班牙伫第3日来发生2件重大交通事故。20暗10点左右，离西班牙第2大城巴塞罗那大约35分钟车程的地点，发生一台通勤列车突然伫行驶的时，并且经过研判，当地当拄到大水河侵蚀，可能因为安尼造成挡土墙经袂调，放倒伫铁轨路顶，通勤列车被负担当场弄到挡土墙摆烂。这个事故造成驾驶死亡37名乘客受伤。警消初步调查，多数受伤的人拢集中伫第1节车厢。Lo que sí que le puedo decir es que de estas personas estaban 5 graves y una de ellas estaba con un atrapamiento físico que llamamos nosotros importante. A partir de aquí pues hemos tenido que hacer maniobras de excarceración y pues nos ha requerido unas maniobras ciertamente complejas, pero pues al cabo de un tiempo le hemos podido liberar y entregarla pues a los compañeros del SEM, sanitarios, para que pudieran hacer pues la atención sanitaria correspondiente. 警消派出20台救护车、38台消防车去救援。目前这条路线的列车服务已经暂停。西班牙总理桑切斯也伫社群平台 X 向死者甲家属表达哀悼之意。另外18发生伫离首都马德里以南大约360公里所在高速火车烧龙意外，目前有案咧搜救，救援人员利用吊车进驻，将地面铺白，准备进入受损上严重的车厢，继续找找失踪的人。西班牙国王菲利佩6世也去事故地点视察，各家救援人员爱手致意。根据西班牙铁路公司的调查，2台烧龙的列车拢无超速，而且发生伫直直的路段，已经排除人为死亡的可能性。不过，调查人员伫事故的路段发现有断去的铁轨路，目前当地确认是摆烂的原因也是结果。Y también atendiendo a la familia y las familias pues podéis imaginaros, ¿no? Tanto tiempo ya desde el domingo por la noche, pues ya destrozados, de cansados y con mucha pena, ¿no? Y con mucha inquietud. 这件高铁列车对撞事故到20为止，死亡人数提升到42人，受伤人数超过120人。西班牙政府也宣布，为即马开始全国哀悼3日。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国际各有啥物要紧带，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有美国官员表示讲，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真紧地去访问美国，可能会成做委内瑞拉20多年来头一个正式访问美国的现任总统。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军方最近是咧模拟美军入侵来讨论反制策略。这是加拿大武装部队成百年来头一届针对美国入侵来进行战略推演。日本自民党正式公布中期院大选的选举公约，包含着经济、外交、安全保障、政治改革，也有外国人政策等等。其中自民党搁再强调台海和平稳定是真重要。镜头转来看过来，前总统赖清德是接见美国华府地区的访问团，第四除了感谢后美的民主党派长期的支持台湾，也希望透过经济欢迎伙伴 EPPD 来对话，继续加强甲各国的连结。
也那华府智库这边也表示讲，印太区域的安全甲台海和平稳定对全球安全拢真重要，希望未来会当继续加强同伴关系。总统赖清德2日伫总统府接见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跨大西洋访问团，感谢美国甲欧盟民主友伴长期支持台湾，也强调民主国家只有团结合作，才通共同面对威权主义的挑战。今年我们也提出了400亿美元的国防特别预算，希望打造台湾之盾，先进防空系统，引进高科技及人工智慧，并且壮大台湾的国防工业。除了国防，赖清德也讲到，过去4年来，台湾伫欧洲的投资总额已经超过过去40档的钱。最近台美关税谈判已经公定，未来也希望透过经济欢迎友伴 EPPD 的对话，继续深化甲各国的连结。我们期盼后续透过经济繁荣伙伴对话 EPPD， 深化台美在供应链、数位贸易、科学以及技术等各领域的合作。不过，台美关税协议公定了后，中国方面虽关注相关的动态，中国国台办伫2日记者会直接点名回应。所谓的贸易协议，实质是外部势力与台独分裂势力相互勾结，掠夺台湾民众血汗，掏空台湾产业根基的卖身契。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会长霍雪芙指出，印太安全甲台湾海峡的稳定，毋但关系区域局势，也牵绊跨大西洋，甚至是全球的安全甲供应链的韧性。伊强调，台湾议题毋是单一区域的问题，是全球性的议题。期待未来会当甲台湾进一步深化友伴关系。公司新闻朱宏志、吴基昌综合报道。在野关注国防部的1.25条特别条例，即马就有公布讲，这预算内底是包含着要买2000多组反装甲无人机飞弹系统，佮有20多万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佮1000组无人艇、无人机的反制系统等等，就是要拍拼来提升咱部队顶作战的战力。国军新型的战术型无人机登伫对外建工，投入环制搜索，协助找找失联的 F-16飞。国军学陆学战争经验，加大使用无人机，担任部队的空中之眼，会当执行精索打击战术。为了反制强军威胁，国防部强化部队팀战略1.25条国防特别条例公开报告显示，咱国除了向美国买1554架 RTX-78M。478架 RTX-600 ISR 之外，也要抽协滨海感情型、滨海攻击型，包括电浸导弹自杀等各类无人机，达到20万多架，加上1000架无人艇加无人机反制系统。爱靠国内自主研发甲国际合作，有希望带动国内产业发展。外界解读国军努力打造无人机海，导致 AI 辅助决策，强化决策链。提升国防武器自制率是正确而且必须努力的方向，特别是我们台湾有完整的高科技电子产业链，为了发展先进的无人机产业，已经提供了非常好的养分。说未来我们不只是针对单一数量的采购而已，而是希望我国的各个不同的这些产业链里面有更多的企业投入，来去做一个完整的这个产业上面的这个布局。国军扶持国内厂商，透过自主研发、技术转移，建立飞航供应链。一旦台海发生冲突，面对中共封锁或者人为，会当确保关键零组件袂欠货。也毋过澳洲智库以陆俄战争为例，以乌克兰去年生产450万架无人机，比较之下台湾产能不足。那逐日消耗就1000架无人机，恐惊无法度应付高强度的消耗战。我们现在这个中会自己发展，像例如说劲风啊等等这些，那他们是一种专用的流荡弹药，或者是叫自杀无人机。那它可专门针对像例如说滨海作战的时候使用。那这一类的这个无人机呢，也它会比一般的像这个 FPV 这种商用型无人机呢，它的作战效益可能是会更显著一些。毋但无人机发展有时间压力，占咱国造进度延迟，也影响台海防卫。海军和去年执行第5摆普航测试了后，入乌调校，消息1个半月2日下昼，方看到出现伫高雄港来试航，将对今时会展开将航测试，台船无回应，强调以既定计划进行。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民间团体发表一份报告指出，全世界50大生成 AI 内底有22个是来自中国，而且也发现讲中国利用 AI 软体伫咧收集海外用户的个资，其中是台湾民众的风险上大。
去年12月份，台湾封锁小红书1年，原因是因为小红书的诈骗未少，也无做好治安甲各自的保护。有学者认为，这也显示中国的数位服务对民主社会一定带来挑战。科技民主甲社会研究中心拜三发表一份报告，报告指出，小红书的治安几率恐惊毋是个案，北京数位维权已经慢慢建立台湾的情报环境，致使台湾的民主运作出现风险。全球50大的这种人工智慧的，就是生成式 AI 的这个应用服务中，已经有接近半数是来自中国他们出海的这个产品。研究中心也发现，这寡中国生成的 AI， 包括豆包、DeepSeek、百度等等，有3种送去中国的管道。第一，就是把海外用户各自留伫咧中国境内；第二，就是企业内部的资料分享；第三，是照中国的法律，企业爱配合中国政府，会当调个人的资料。针对这个风险，司法部也发现，也提出对策。亲像目前台湾公务用的资讯产品，全面禁止使用中国的牌子，就连下载中国相关的资料拢袂使。那我们政府锁定范围是资通讯产品，包含软体、硬体跟服务这3大类哦。那常见的服务就是类似说我们连到大陆去存取一些电子书哦，或者是有一些服务哦。司法部指出，现在中国是利用 AI 服务拓展中国维权的版图。就连美国治安威胁情报公司也发现，中国正在利用人工智慧来掌握台湾社会无同的意见，还有社会公众意见。司法部强调，为了要避免中国数位入侵，政府未来会继续收集国际做法，透过修改法律来面对中国的 AI 风险。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民进党正式通过提名罗水龙、陈定辉甲蔡奕仪来参选高雄台南甲嘉义县的首长，当主席罗清德阁有亲身来替因破竞选的单。另外，带团去美国谈判成功的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各界拢咧关注讲，民进党敢会派伊来参选台北市长，和被争取连任的蒋万安来对决。好人才。团结拼未来。民进党在高雄市、台南市、嘉义县的初选结束了后，日伊是正式通过提名罗水龙、陈定辉和蔡义武变做参选人。除了总主席罗清德亲身替因挂竞选派单，现任的县市长陈其迈、黄伟哲和王仲良拢来参加代表团成。对各县市都提出非常好的蓝图，所以我们深信，如果当选之后，一定可以无缝接轨。内面上述就注意的台南市伫前一天，陈定辉去拜会伫初选内面支持林俊宪的议员，但到尾无签册挂郭信良等3点协议保证，和外界解脱初选的必选各地理。人要怎么切割？一个个体跟个体要怎么切割？基本上他们有什么需要、有什么需求，跟我说，我绝对全都答应。但是应该不用签下这3个字，这个好像已经互信程度就不够了，会对中间选民蛮伤的啦。大家觉得你们只在争个别派系，只在争个人的输跟赢。在高雄的部分，罗水龙会对战国民党提名的立委郭志文，伊的重点搁一摆放伫党内的团结。我会用最谦卑、最开放的态度来向各界请益。同时间团结我们所有的战友，蓝绿各自归队之后，中间选民觉得是我们都要争取的。那我们未来当然就是以政策来让这个高雄的市民能够认同我们。今麦民进党已经公布13个县市的参选人，国民党的提名进度比起来是较慢，而且一寡县市人选是出现无人要让的纷争。党主席郑丽文伫中常会是特别强调讲，党内的定数和规则要因为任何一个人的特殊需要去改变。国民党会一改过去大家认为的酱缸文化，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大开大合，遵守制度。所以大家愿赌服输，没有内定人选，没有黑箱作业。另外，首都市长的选战在蒋万安寻求连任的状况之下，民进党被派相出来真受关注。尤其在台美关税谈判的结果出来了后，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的呼声是愈来愈悬。对这蒋万安刚才回应讲，选举搁早咧，即马都是专心市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一个有早起甲贵做文书证考生理的查甫人，伫咧假释期间，抑阁摕假中等教师证书，买去一间国中来因代理教师的课。这学校甲教育部感觉有问题，是赶紧报警察来处理。即马法院一审该判刑6个月。教师团体也建议中央，这教师的审查应该数位化，才会当避免这款的情形搁再发生。
偏乡学校老师派册，台中市立石硿国中去年7月开出一个特教代理教师的课，结果一个姓李的查某人摕这个假做的中等教师的证书来应征，学校感觉怪怪，向教育部查证，要才发觉。他有告诉我们说，他准备的这个证件是可以应考我们可以考这个科目的。他查证的时候发现他的那个证件跟他所讲的这个不符合。那我们就去告知他，然后后来他就自愿放弃。教育部本案由台中地检署起诉，姓李的查某人承认犯行，2017年伫网络用5000块买一个假做的中等教师的证书。法院考虑姓李的查某人有早起伪造文书认可，而且伫假释期间再犯，以共同犯伪造供应文罪，判刑6个月，专案依法上诉。判决李姓被告共同犯伪造供应文罪。处有期徒刑6月，如一科罚金以新台币2000元折算1日。未照至教育部供应文、无清机印文各1枚均没收。学校讲，精选教师头一摆招聘必须符合应聘科别合格教师证书，第2摆招聘必须有相关教育学程学分的证明。若前2摆无招聘就第3摆开始开放大学以上学历的人来应征，这摆精算是第3摆招聘，应聘的人无需要提供教师的证明。市府讲，学校另外会使到无适龄教师的资料库去查，有违反性平、毒品、贪污、体罚、欺负，也是有期徒刑1年以上判决确定无犯刑者，不应该担任教师。依照规定，学校应聘教师前须至相关系统查询，该系统已借接教育部警政署等相关资料库，如有涉及教育人员任用条例所定不得聘任之情事，学校即可掌握，避免不适任人员进入校园。现在这个东西的审核都是用纸本的，那未来有没有机会可以用一个数位化的东西？我觉得才能更有效杜绝这样子的行径啊。全国代理甲代课教师产业工会认为讲，教师证有关年资的提升，因有期假做事件发生，建议中央建立数位化审核教师资格机制，代替准现行的纸本证书，才法度有效来避免这种情形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火灾现场，拢有技校伫咧斗相共拍火，因的健康风险共款是真悬。因毋过因为技校毋是公务人员，就无免费的健康检查，所以新竹市对今年开始要来编175万的预算，提供全新竹市500位技校，一个人3500块的健康检查补助，来照顾这场拍火影响。火灾现场，粪扫场着火烧，拍火时定拢会看到技校协助消防队拍火。为了照顾技校，新竹市宣布对今年开始要提供技校一人1年3500块的健康检查补助。火场内底有火，烟浓足大的，啊，对细部咯细过健康原来有差，啊，所以。有这个福利是真好，能够透过这样子一个非6都最高的义消健检补助，能够让我们的义消同仁呢，跟我们消防同仁在第一线打火抢救或者紧急救护的时候呢，他们也能够照顾到自己的身体，然后能够有就是很好的健康来保护我们所有新竹市民的财产跟安全。医生指出，技校人员定出入火灾现场，有时会因为吸入浓烟，也是有害气体，增加对肺部伤害的风险，所以定期健康检查对因来讲是真重要的代志。肺部因为火场比较容易有一些状况啊，比如说呛到什么哈，甚至像因为这是靠近园区，园区里面有很多特殊的化学材料，以一个肺为主轴，但事实上我们在肺癌的筛检会看到其他，包括心血管的疾病，包括它的一些营养啊。市府目找病院合作，互技校会当利用3500的补助，有所在做健康检查，互技校会当掌握家己的身体状况，安心投入救灾的工作。记者狄君豪新竹报道。即马咱台湾西药剂的人口是真侪，目前拢总有97000多人。不过，伫处理西药剂的这比例干那占7%尔。为着要鼓励民众会当伫处理西药剂，莫去病院，卫福部甲台湾药剂医学会是有发布台湾居家透析白皮书，希望透过智慧医疗会当推动伫处理西药剂，将这比例提升到18%。去年马太红溪崩沙湖桥长期对需要去病院洗药剂的时代来讲，是一段坎坷的路。国内的风台、地动、天灾不时拢有。为着要解决医疗问题，政府对2023年开始推动伫咧厝的洗药剂的政策。目前伫咧厝的洗药剂的方式有2种，第一种就是洗巴肚，第2种就是伫咧厝的洗血。国人的自我的照顾能力也逐渐的提升。
再加上科技的协助，现在在居家都可以搭配这个远距的设备，得到更好的协助。台湾逐冬拢有超过9万人洗油纸，不过伫咧厝的洗油纸的比例敢若7%。赖清德政府话话，2035年伫咧厝的洗油纸希望达到18%。卫福部和台湾油纸医学会拜三发布台湾伫咧厝的洗油纸的白皮书，希望透过健保机器和智慧医疗来提高民众踮厝洗油纸的接受度。病人1个礼拜来3次，来医院所来做血液透析，一次洗4个小时。我们的护病比呢，大概是1比4。那么，但是如果是腹膜透析是1比30，所以如果我们这个用腹膜透析的话，大概可以节省这个缓解医疗人力大概77%。健保署嘛指出，目前已经编4亿的预算来鼓励病医加强推广踮厝洗油纸的好处，也结合智慧医疗来提升民众踮厝洗油纸的意愿。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伫咧台南市五会街拜二的时阵，这车路搭放弃保好势尔，想袂到昨日又搁有一只货车经过了后，这路面又搁破空，货车落落去。这个所在2冬来已经发生4间路面落空啊！干部局表示讲，会赶紧来调查原因，赶紧改善。对咧徛个骹步，因哪行哪记，这当咧修补的路边，即阵伊想起昨昏，也是心惊惊。但是五会街往西门路路口，就伫这林家厝头前，向出现7公尺长、1.5公尺宽、将近2.5公尺深的落空，互附近民众拢带一条，赶紧报警。李明章打保好势尔，透早搁一台大货车载落去，住户讲连厝的土骹嘛出现壁损，嘛烦恼厝敢会受影响。砂石车开进来就。头骨掉下去了，就这样子，我已经没有办法做生意了，然后现在又搞这一块。这拢有别啊！你无甲看，规个线，规个啊。这件代志都发生伫20下晡2点外，这回嘛并不是头改。经过了解，这搭2冬来发生上薄4界路面落落去的事件。准年3月是附近的建设工地施工，造成15公尺长、5公尺宽空，甚至当时搁一台小货车落落去。那去年7月嘛有，就打屯线尔，到打游玩同一段路，搁发生路基不稳，安全疑虑嘛引起关注。再拢爱装乌装屯啊，这该处理你也唔甲对，伊即摆。落遮补遮，安尼就唔对啊！哈。公务局获报后，紧急协调厂商到场灌浆回填，以稳固路基，保护旁边民宅。至于坑洞发生原因，目前在调查厘清，找到原因后将尽速处理。公务局回应，伫昨暝已经紧急调厂商来管安门头稳定地基，兼有参自来水公司甲其他管线单位会检查地下管线状况，搁进一步甲问题找出来。那在地居民是发声，要求爱加强巡查，确保附近住户甲沿路人的安全。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今麦市动物盘的人愈来愈多，高雄市的动保处就来抽验上百件动物食品，发现有8件无合格，大部分拢是验到重金属，这业者嘛拢总罚款40万。这几年，市动物盘的民众愈来愈多，动物食品市场成长，不过嘛是有风险。高雄市动保处针对市面上的国产、进口的动物饲首啊、罐头食品起查检验111件，就有8件无合规定，计共开罚40万块，其中有6件是验出重金属，亲像是有盐的成分。动保处嘛已经要求业者落价回收。共抽验111件产品，部分产品不合规定，已依法办理。若查获宠物食品内含有有害物质，最高可处新台币25万元罚款。其实去年开始，农业部就针对动物食品做稽查，因为市面上品牌多，有一寡个人业者是伫社群媒体、网络电商平台咧卖。若是动物盘长期食着有掺重金属的食品，有可能会慢性中毒，甚至是急性中毒。动物盘会出现一寡镜头，吐袂止，流袂止，这是同明显的。啊，食着。这种重金属，伊也较慢性是会病是较慢性的时阵，就是讲伊量食无遐济，较慢的时阵会造成，比如说伊的精神啦，甲伊的门草袂水啦，会当门啦。像某些可能兽医师推荐的，我基本上都是买没有添加的。对，像可能冻干或者是鸡肉原片的那个烘干呐。
民众嘛表示，选择动物饲料会经较大的牌子，尤其是动物医生推荐的。也若动物医生是提醒民众，会使参考农业部公布的网站，选择较有保障。记者顾兆勇、余碧安高雄报道。镜头换来看屏东垦丁的国家公园，这梅花鹿啊复育是真成功。不过，这鹿啊数量是已经变甲伤侪啊，开始会去损伤到附近的农作物。所以，垦管处今年是头一届来开课，要训练在地民众做合法的拍蜡人，用陷阱来掠鹿啊，再去把这鹿啊送得去复育区内底饲，控制族群的数量。路边熊熊冲出一只梅花鹿。民众想袂赴，直接将鹿仔烧笼摔落涂骹。伫乡村，看梅花鹿烧笼的意外是愈来愈侪，在地梅花鹿复育过度，统计到今已经有3600只鹿仔。鹿仔的生活区已经拖到平地地区，山骹的农民就算是装电棒仔嘛无效，日日袂堪折。农民的黑豆、火龙果等农作物造成农损，甚至也会因为游荡犬的追赶跑到路面上，延伸出交通事故。嘛因为安尼，垦丁国家管理处今年头一届办蜡人课程，要训练蜡人掠只野外的鹿仔，把鹿仔送登去社顶复育区饲，来控制数量。像这样就夹住了啊，因为这边它是棉绳，所以基本上它就不会对它这个脚造成这个比较大的伤害。蜡人课程针对满洲、恒春当地居民来试办。训练是模仿屏东县政府掠青豆丁的模式，是改良过用棉纸啊做的陷阱。民众认为，安尼唔但砍袂伤到梅花鹿，嘛会使有效管制鹿仔的数量。这种做法还蛮友善的啦，对动物、对人类都蛮友善的。50只的捕捉量太少了，这个50只的移除，有可能不但没有办法降低它的数量，反而有可能因为降低了、减少了。鹿跟鹿之间的竞争，让小鹿的存活率增加。这届蜡人课程头一波掠鹿仔的目标是50只，数量有够就会先暂停，会看实际效果，再来决定敢有需要扩大办理。垦管处希望有在地民众参与，用较人道的方式，豆豆啊减少恒春地区的梅花鹿，解决农损、交通安全之间的冲突。记者康炳哲、顾兆勇、余碧安屏东报道。屏东潮州的过年期啊是真热闹，这2天啊嘛有真侪人去咧排队要登记过年来摆档，预估会超过2000档来登记，伫咧27就会抽口啊来决定。民众排队摕报名表先登记，了后到边仔区纳钱，才算完成抽签的资格。屏东潮州上有名的过年市集，今年同款吸引足侪人排队登记。顶礼拜六第一区已经创下标金的纪录，对20到22是一般区的部分，拢总363个位，嘛是袂少点头来登记抢单位，预估人数有机会突破2000人。生意敢若袂歹安尼？是来洗几啊年啊，人是介济，卖衫卖粮的拢有啊，介济啊，我本身是咧卖油饭啦。春节来讲啊，5000块1天1000真的是很便宜，它真的是随便，只要认真做都赚得回来。是因为人潮是真的很可观，真的很可观。参加登记的店头拢讲，因为踅潮州过年期的人真正足侪，营业经验会等于趁几6天。陈公所表示，去年3天总共有1612个人登记，20头天就已经1182位啊。预估今仔日就有机会突破2000人，嘛是创下纪录。会有遮尔侪人登记，表示潮州过年期的生意确实袂歹。毋是潮州区的，外籍的已经将近要1000人啊，会收据。啊，潮州本籍的超500，所以目前甲看起来应该是今仔日就会破2000个人。啊，明仔载还有第3天的登记，就是咱的疫情了上介热的一年啦，上介热的一年，包括阮的特区阮的竞标的，阮就用开标的嘛创下5个新冠纪录今年潮州过年期啊，会对29暝排到正月初5透早，连续营业120点钟。清水南路、华兴路到时拢会改做步道。潮州镇公所讲，今年摆档的费用有做调整，5天的租金对4500起到5000块，欢迎民众到时来做伙斗闹热。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今年的台北国际册展对2月初3开始要连续举办6天。今年有规划8个特色展馆，除了泰国主题馆，也包含台湾漫画馆、文学册区等等。而且特别招作家来设计手机的游戏，吸引民众来看小说、解谜题、拍妖怪，用耍的方式来引起民众看册兴趣。
桌顶摆出真侪绘本，也有台湾网架作者亲手画的图卡。2026年台北国际册展2月要举办，大本馆嘛有规划文学册区。今年以旅游做主题，馆长讲也邀请老客商用双子顶52个作家，规划39场以上的活动来分享文学当中的风景甲不同议题。足侪作家作品是咧写伫旅行的时阵，伊的心情，伊的看法。阮是感觉即个主题会当有大家拢有伊的故事会当来讲。今年台北国际册展也特别招作家做伙来写剧情、设计手机游戏，都合作反图怪。参与的作家表示，开发这个游戏是希望用耍手机的方式来去引民众阅读看小说，同时再去无共地点改美团拍妖怪，拢总有奇幻、推理等等6个主题。有一些游戏玩家，他们搞不好其实是有成为读者的潜力的。那也许像他们对游戏有兴趣，那他们玩这游戏觉得，也许阅读真的是件有趣的事情，因为毕竟很多游戏其实它的剧情也是从小说文本转化而来的嘛。包括台湾文艺馆、公民册区和文学册区，这册展拢总是有变大主题馆，也来针对未来敢会规划台语、客语、原住民语等等为主的国家语言出版专区。文化部讲，虽然拢有鼓励出版社排出来，不过因为出版量无济，爱搁评估看卖。因为咱即摆国家语言嘛是要向下扎根嘛，所以阮希望讲，可能阮会来思考讲，看会当伫这个儿少书展内面来设置迄个国家语言的专区。嘿，看会当讲，甲国家语言的册、特色的册，对出版社遐甲集中起来，来先做展示。今年台北国际册展拍算办伫2月初3至初8，文化部嘛鼓励学生用文化币来买册，册展嘛兼顾展览销售甲互动，尤其真侪创意拢来自文学创作。文化部希望透过册展带动出版能量。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网络世代，即马真侪人去到地，就拢要翕相来打卡，愈来愈侪店家也注重装潢甲设计。伫咧中国，也有真侪册店是采用特别的建筑设计，吸引游客行入来，咱做伙来看卖。名列全球10大上水册店之一，中国情书阁伫港都天顶开设的分店，一大入门映入目睭的是又阁悬又阁大的弯弓门，空色更在钉钉塔塔。后壁册稀释交织，互相闪透的空间设计。对螺仔形的楼梯，匀匀啊爬起来，规个册店有满满的魔幻气氛。伫社群媒体有人甲这含英国囡仔册《Harry Potter》的 Hogwarts 魔法学校相比拼。情书阁吸引的毋但是爱册的人，阁有甲这当作旅游景点翕相、拍卡的自翕作。册店阁大心伫涂骹标注出上好的翕相地点，方便游客取景。自翕棒、三卡架也凊彩会当看。我觉得这种趋势是特别好的，因为这样的话，不仅人们能看到书，而且也可能会因为那些设计，然后被吸引过来，会吸引更多的游客也会。尽管当局拍拼提振国内消费，电子商务也直直发展，实体册市草甲疫情正正相比，也阁有一段距离。不过，出版业协会负责人去年1月捌指出。近年来，实体册店的数量算正稳定成长。眼球经济，然后它以这个书店为背景然后做一些这种网红活动，所以说它的这个空间啊、场景啊，然后是比较这个适合进画面的然后拍起来很漂亮。不过，这也让一寡专门为册来消费者不满，怨讲受到打扰，也是文书互人侵犯。南京城东的拍卡热门地点成丰册店，去年6月就打出告示，禁止游客伫册店内底使用闪光灯、三卡架、热绳加未经许可的翕相活动。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囡仔拢行去互医生看，搁较行去病院做检查。即马乐高差角就推出病院 MRI 检查机器的模型，送去到全球的病院，或者囡仔会当透过算差角提早来了解检查的流程，较袂惊。病院的资诊造影室内，震撼地看到这种的场景，特别接受好自强震 MRI 的囡仔，协助放射技师把万甲毯仔铺伫治疗台顶。最常真侪囡仔到检查室，唔是妈妈好，就是死嘛袂。When children go through MRI scans, they meet our equipment. It's very huge. It made loud noises, and the children have to lie still throughout the examination.
that can make them a bit nervous, and some have anxiety. 袂少囡仔伫接受像 MRI 这种检查时阵，拢爱先麻醉，也是接受镇静药物才会当做。路谷公司为真侪年前开始打造这种细型的自诊造影室，伊甲实体差不多同款。顶原来的刀，佫会发出噪音的设备，啊，佫有医护人员伫咧控制室监看。伫进行 MRI 扫描前，放射技师会带囡仔耍这套模型器材，先甲过程演练一遍。I think when I saw Solveig playing and engaging with the set, I could see that she was calm and she knew what was going to happen, and that made me at ease as well. I also think it was really good for her to have something familiar from home, the Lego toys. That was really beneficial to see that used in a more serious setting. 为了减少儿童接受麻醉，丹麦西部的奥胡斯大学病院杀出这项专案，都要用乐高甲囡仔耍，先体验医疗行为，嘛会找甲病院配合的场仔来稳定因的情绪。When we were referred, we were informed about this project revolving reducing anesthesia in children undergoing MRIs. 儿童麻醉的风险一直是医界甲家长讨论的焦点。若是较大汉的囡仔，会当用耍的来减少对医疗检查惊吓，无靠麻醉这个药物，也是一种兼顾安全甲囡仔心理真好的一个方案。公司新闻洪志伟编译。天气玻璃仔，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10度至14度，中部地区10度至19度，南部地区11度至21度，东部地区12度至18度。还有外岛地区6度至16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祝您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